花莲近海昨早起发生规模5.4的地震，气象署是证实这是4月初3大地震的地震尾。因为这摆深度较深，对地面来讲的影响是较小。不过因为地震尾一直有，加上天土风太瓦紧，特别提醒山区的民众就要注意安全。警报声响起来，随后明显感觉到有害。花莲近海发生规模5.4地震。有感觉地震吗？有。为花莲雷鱼潭即时影像也会当看到，镜头上下倒这边海架真大力。花莲发生有感地震，大石片山影像也明显的海动。地震中心表示，这个地震属于0403地震的地震尾，离0403之近大约6公里，不过深度较深，达到30.5公里。那这个地震呢，它的深度是30.5公里。这个地震本身它是今年0403。7.2主震之后的余震之一，它这么大规模，它会有相对应很长的一个地壳的破裂。那这个破裂呢，相较于过去一些比较重型的地震，它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应力上的调整。气象署证实是0403地震尾，不过因为深度较深，对地表震度影响较小，不过地震尾依然在继续。无定时恐惊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，加上天土风台恐惊侵袭台湾，提醒会发生地震尾的地区也是山区要多加注意。这个余震事实上就是说，在前3个月可能就是还蛮密集的。这个余震的活动可能会拖个1-2年甚至到几年都有可能。不过就是说，它的这个地震活动慢慢的余震活动就会降低。所以台风要来，这比较应该注意的就是降雨的问题，落石或者是土石流。地震中心统计，花莲0403地震到今累计主震加上地震尾有1746个，其中规模5以上还未到6个，地震尾有95个，规模6以上还未达到7个，有9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